生命要进步，绝对会拄着压力，绝对会拄着压力。甲边仔人讲者，讲生命要进步，绝对有压力。甲讲一来。郭台铭讲一句话，我感觉足趣味的吼。伊安尼讲，工作一定有压力。唔管你做啥物工作，工作一定有压力。讲无压力，无叫做工作，没有压力就不叫工作，那叫做玩耍。无压力就唔是工作，迄是咧佚佗啊。甚至可能咱伫厝内底嘛是共款，咱摒扫厝内，咱照顾囡仔，敢有压力有无？做老母的有无？有啊，拢有压力啊。哪有啥物代志无压力？老实讲，后世敢有压力？嘛是有，嘛是有。但是这个压力，咱是应该，咱是爱去接受，爱来克服，爱来拍拼，因为这表示咱是咧向前来迈进。无有压力，只有一个选择，叫做随波逐流，叫做飘飘荡荡，迄就无压力。但是迄毋是咱的生命所应该爱行的方向。当教会建立了后，福音开始讲传，压力就临到。这个主题会当讲是应继续伫规本的使徒行传，甚至咱较讲更较大的，就是规个教会历史拢同款的情形，就是复兴甲迫害，复兴甲迫害。当教会要进步，压力就来，但是伫压力的中间，教会悠然进步。咱知影现代20世纪一个上要紧的例，就是伫咱的对面中国。中国经历着上大中国的教会基督徒经过上大共产党的压制，竟然伫几十年的中间，这教会伫地下人袂当政府压迫的下面，竟然是安尼来复兴起来，互咱看见迄个压迫，竟然伫迄内底，上帝的工继续来进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嘛有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的信仰内面，有缘有挑战，可能是你厝内的人甲你讲。你莫讲这啦，我上无爱听你讲耶稣，有可能。或者伫咱的工作场顶面，所有的人拢咧拜，佮甲你偷银，对无？讲为虾米你无爱拜？我若出错，拢是因为你的问题。咱有真侪的压力，甚至咱个人，我工作遮忝的，我阁要来敬拜上帝吗？咱有真侪要进步所要面对的压力，咱敢愿意靠着主的恩典？来向前的，咱来看这段的故事。伫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内底讲到一个故事，彼得甲约翰来到伫圣殿的头前，因看到一个骗水摆骹的人，无法度行，倒伫涂骹的人，因伫这个美门的头前，水的门的头前来医治伊。然后伫迄个所在，众人看见这个新者，因伫迄个所在来讲起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当日圣经记载有5000个人来得救，咱看见这是一个教会真大兴旺的代志，但是就伫迄个时阵，压力随时就临到。你敢若体会过这款感觉？当你摕到当你刚克服一个好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但是想袂到后一个代志过来啊！哦，好像就是要不断的奋斗，无毋对，人生确实是安尼，信仰确实是安尼，咱袂当松懈，毋通袂记起上帝圣经的话，甲咱讲，魔鬼亲像啥物？后世伫迄个所在咧等对无？要找啥物？通吞者的人。伫迄个所在，咱若无注意，真容易，咱就叫魔鬼的势力，像魔鬼的白贼来欺骗咱的观念，甚至咱是落伫罪的内底，迫害就来了，逼迫就来了。祭司甲遮个圣殿的官，将甲撒都该人，咱看见宗教领袖
撒都该人会当讲是生意做了真大诶，所以商业的领袖、甲政治的溃烂，拢总合作做伙来压迫教会。所以因就将使徒掠去来审问因，来恐吓因，甲因讲：恁不准搁传耶稣，恁若搁传，阮就要对你无客气，安尼甲恐吓。但是咱看去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9节、20节，咱来看彼得甲约翰安怎来回应伫酒杯顶面有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的经文。来，请听叹恁，无听叹上帝。这伫上帝面前合理无合理，恁家己准则吧。阮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袂当无讲。我会记，这是我大学时阵一位学长，伊真爱的经文，讲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这就是你想看卖，因伫什么所在讲这句话？因是伫这压迫因的人的面前，因是伫压迫因的人的面前宣告因的信用。因是伫亲像咱的情形，可能是咱迄个上讨厌教会的人的面前，讲你不要再跟我讲了。但是彼得甲约翰甲回应什么？讲我没有办法不讲，因为这是我的性命的一部分，这是我已经看到耶稣基督的讲话，我袂当无讲。这款的态度。后来彼得、约翰受官府来讨伐。当因到教会、甲兄弟姊妹组织的时阵，因做伙祈祷。咱来读因的祈祷哈，伫下骹这段的经文，咱来读来。因恐吓阮，即马求主来监察。一方面叫你的奴仆大有胆量来讲你的道，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破病。而且互新约基督，因为你的圣奴仆耶稣的名就行出来。所以咱看见因的祈祷，不是讲耶稣啊保护我，耶稣啊救我，外面的人都要打我，怎么办呢？耶稣啊，你要拯救我，拯救我，拯救我！因不是安尼祈祷，因是讲万关联的上帝啊，你看卖咧，因竟然敢安尼恐吓你的教会。即马恳求主来监察这项代志，一方面，互你的奴仆有勇敢来讲你的道；一方面，你圣神的大权能来医治病痛，互新约基督会当行出来。因拄着挑战，他们遇到困难，因拄着压力，因唔是美起来，因拄着压力是靠上帝开力徛起来。甲边的人讲者，咱来靠上帝开力徛起来，来讲者来。你一定会拄着压力，对无？是毋是？是啊。工作有压力无？有啊。家庭的关系会有压力无？有啊。你拢会拄着压力。经济有压力无？有啦。哪有迄个无压力的代志？但是伫压力内底，你要安怎选择？会记住，使徒的选择是靠着上帝的开力，继续勇敢向前行。所以当因祈祷了后，圣经记载，聚会所在竟然有地动啊！竟然地动，因受圣神来充满伫因的心上，继续传扬主的道理。你会记无？头前甲你讲，这个祭司爱因安怎？点点袂使传道，但是因的反应是安怎？耶稣是救主。因的反应是完全是无共款的反应，是耶稣是救主，大胆传扬主的道。然后咱看见后壁的经文讲到信耶稣的人愈来愈多，请问这个时阵有压迫无？有无？有。教会成长一直
常常咱必须面对教会成长，常常就是伫压力的内底继续来成长。所以第二遍大祭司，佮第二遍佮将使徒甲关入监内底，而且佮伫公会头前来审问因，佮一遍甲因恐吓，讲阮毋是甲恁严甲恁禁止，叫恁袂使传耶稣吗？恁竟然佮继续传道理，讲将恁的道充满了耶路撒冷。你看见这个祭司所讲的话，讲我不是叫你不要传耶稣吗？你居然把整个耶稣的名传遍整个台中，你太可恶了。听到这个意思吗？你们太可恶了！我叫你们不能传，你们反而把它传更多。哈利路亚！这就是给咱一个真大的鼓励。彼得甲正使徒回答因：顺从人不顺从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顺探上帝，无顺探人是应当的。伫咱的工作顶面，敢会拄着违背良心的代志？伫咱的生活内底，敢会拄着违背的代志？甚至是咱的长官爱咱做的代志。顺探上帝，无顺探人是应当的。公会人听到就生气，甚至想要将因害死。公会人拍因，毋但用喙骂，佮甲因拍了后，佮一遍甲因恐吓，讲你们不可以传耶稣，然后佮将因放出去。圣经记载，当使徒离开的时阵，心内有罪无？没有难过。圣经记载，这个向拍甲乌青银火，我毋知有流血流滴无，但是拍甲安尼规身躯疼了的，但是他们带着笑容回到教会，因带着欢喜的心来离开公会，因为因知影，阮是为着耶稣来受迫害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真侪时阵，你会当选择顺探人，你嘛袂去用拍，但是你无法度像这个使徒同款，有迄款欢喜的心。使徒因选择无听人的话，因的肉体受到真大的折磨。用咱的话，可能讲因的事业嘛受到一寡影响，但是因有喜乐的心，因为因知影，因是为着耶稣的名来受辱。圣经继续讲，因就踏入伫殿内、厝内，继续不断来教示人传耶稣是基督。请问因的脚步有停落来无？无停落来，因颠倒。继续欢喜的心来传扬耶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有看到无？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信仰的力量，若是咧帮助你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好人，讲我家己好好就好。信仰的力量，甚至是伫负面的环境内底，你有缘要靠主，会当坚持得胜，为主发光，继续。来高举主的性命，所以咱要来思考，咱要来看讲，咱敢愿意为着耶稣的名来受凌辱，为着耶稣的名来受迫害。当环境压迫你的时阵，你敢愿意继续来坚持你的信仰？毋但是伫教会内底坚持你的信仰，甚至是你的工作顶面。甚至伫你的家族的内面来坚持你的信仰，坚持你的，你不要再讲了，你不要再讲了。当咱人对咱讲安尼的时阵，咱敢愿意讲，
不过我还是要，我嘛是要甲你讲，耶稣实在是宝贝，我嘛是要甲你讲。所以你无爱听，但是我真正要甲你讲，传福音哦，传福音，咱家己，你很容易妥协，别人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。最近有前上网路吼，上网路拢会看这有些人在讨论一些论坛在讨论的时阵，有人会拢会做搞笑的吼，在讨论来，人咧讨论讲吼，这台车喏，这台车喏，伊就做搞笑的，然后甲唱一句话，讲你有听过安利吗？当然知影讲伊毋是要推销，伊只是要搞笑一下尔。但是伊要表达的是一项代志，做直销的人，做直销的人。伊敢会因为讲你一句话甲摕掉，伊就无阁继续讲，伊会阁找其他的机会来甲你讲。你有听过案例吗？伊会继续讲，伊会找真多的机会。虽然别人对伊无好的回应，他还是要继续讲。你有听过案例吗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团福音的内面，也是咱甲咱的家族。甚至是咱身躯边有一寡朋友，伊本来是坐伫你的边仔咧敬拜上帝，但是伊即马无坐伫你的边仔敬拜上帝，甚至伊会讲：我礼拜天都好累。你敢愿意甲伊讲回来吧？耶稣听你，你敢会当愿意冒着被他不高兴的情况，还是告诉他回来教会吧？回来教会，抓住你的信仰，抓住你的信仰。虽然你的工作真无用，但是耶稣听你，伊咧帮助你，互你会当赢过工作顶面的压力。成长会拄着外在压力，但是内在有缘会有一寡挑战。迄个时阵，教会因为门徒增加真多，有讲希腊话的犹太人、希伯来人来发怨言。因为伫逐工的供应顶面，忽略了这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寡妇。咱看见这个情形，就是教会内底有除了外口的压力以外，教会内底有时阵嘛有纷争，出怨言、出不满，互相批评、争论，这拢是教会进步的过程内底出现一寡危机。咱知影，一个教会若失去了合一的心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。咱看见初代的教会，因安怎面对这项的代志？因安怎面对这项的代志呢？第一项，因将问题的要紧的部分来确认。因知影问题毋是这个寡妇无通食，这个寡妇无通食只是外表象而已。更要紧的是，内底所产生的情形是，使徒已经骹手无够，无迄个气力将教会所有的代志来办好好势，需要搁较多的同工，这才是关键。所以因就抓关键，咱看见因所讲的，毋是讲，那我们赶快加强供应，因毋是讲这个问题，伊是讲。阮已经将这个要紧的事来放下，阮将上帝道理放下去办假米，这是无合宜的。所以咱看见第二个部分，因将优先次序来做一个分配。因思看觅，什么是教会内，什么是使徒上要紧的角色，什么是会当交代予别人的角色呢？所以因就做一个决定，讲阮将上帝的道理放下去管饭室是无合宜，阮爱专心用祈祷、传道来做这个事。所以因就确认，因要安怎来回应这个问题，就是因得爱教会得爱分工，教会得爱分工。请做伙讲一个教会爱分工，讲一个来。教会爱分工，毋通所有的代志。拢总是传到甲这个小会员来负责尔，安尼这个教会无法度继续来发展。教会爱分工，所以因就决定，因就要将这个竞选使徒就是
事工顶面的助理做伙来处理遐个会当交办的代志，你亲像饭室啊，遮个事会当来分配出来。接煞，因也将标准定互明。咱要交代人代志，你若无想看觅，你要交代互什物款的人吼？有可能你会交代毋对人，你会交代无对适合的人。所以应景的人是什物款的人？应景讲第一项爱有好的名声。做代志，伫教会内底做代志，爱咱来经有好的名声，爱有互圣神来充满，而且办事有智慧的人。然后因就将7位执事拣出来，而且伫公开的情形内底为因下手祈祷，表示请众兄弟爱看重因的服侍，爱顺服伫因的服侍。所以咱看见上帝启示初代的教会，互因当因面对着问题的时阵，因做一个组织的改造，因做一个组织顶面的起造，互更较侪同工来兴起，互更较侪人当参与伫牧养甲事工。毋若是解决伫即个争议，毋若是解决即个表面分配无好势的问题，更较要紧的是因互教会更加合一同心，做伙来服侍。使徒行传第6章的第7节讲到迄个情形是啥物呢？咱做伙来读来，上帝的道兴旺起来。伫耶路撒冷门徒的少爷增加真多，也有侪的祭司信了这个道理。咱看见当教会赢过挑战，当教会赢过压力就进步，赢过压力就会进步。甲边仔人讲者，赢过压力就会进步。啊，讲者来，赢过外在压力就会进步，赢过内在压力就会进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心内敢有压力？可能有对无？可能有，有可能是对别人的一句话透袂开迄个结，所以互咱工作顶面，逐工拢无欢喜，逐工拢无欢喜。有可能是一寡情形，咱伫咱的心内咧夹咧滚，求主帮咱，互咱会当咱的内部的压力。会当伫主的面前来赢过去，是无法度赦免吗？求主互咱开力赦免，是无法度接纳别人吗？求主将咱心中的疼搁一遍点倒起来。搁较惊的是，咱无看到家己的问题，咱敢若注意到别人的问题。求主帮咱，互咱会当赢过外部的压力，会当赢过咱内在的纷争，或者是团体内底内在的纷争。求主帮咱，伫咱的教会也是共款。咱若是伫教会内面有啥物无合宜的所在，就亲像法规所讲的共款，爱紧甲小会员讲，咱毋通私底下伫遐议论纷纷，互教会知影，互教会会当好好来解决。咱会记即私底下或者的批评，有时阵对教会的伤害是真大的，因为那个会发酵。话劝会减的是安怎？会加对无？话劝是会加。咱若伫迄个所在甲别人批评，即句话佫传出去是会加尔哦，袂减哦。迄个啥物人甲我讲啊？求主帮咱，互咱会当坚持伫这个内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因为坚持咱的信仰，拄着一寡压力？咱敢愿意赢过即个信仰的迫害、信仰的压迫，互咱的性命会当突破，会当成长。当然，咱嘛爱注意，有些魔鬼会欺骗咱，互咱掠做别人，互咱掠做一寡情形是信仰内底压迫，其实毋是信仰内底压迫，是咱家己软正所产生的压迫，咱无注意到。求主互咱智慧去分别，互咱会当坚定赢过真正港的信仰的压迫。毋是信仰的压迫，咱应该着爱来知影是毋是咱的弱点，咱做了无够额，咱爱来突破。第二项，咱的教会是毋是也互咱有好好，互咱的长老甲牧师会当专心来承担上要紧的代志。咱敢愿意来成做伙分担的人？各位兄弟姊妹，
咱刚愿意来追求，亲像初代教会或者个执事的条件同款，成做一个有好的名声、圣神充满、办事有智慧这款的使命。请咱目睭闭闭，咱做伙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将咱心中求主帮助，互咱会当赢过压力，带出成长。咱开喙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伫你的面前回应你的呼召。主啊，你要呼召阮，你呼召阮的信仰，你呼召阮要用信心赢过外在压力。主啊，你呼召阮用信心来赢过阮内心的挣扎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互阮将迄个天顶的喜乐充满伫阮的心内，迄个天顶服侍的心之福充满伫阮的心内。求你的圣神大权能充满，将阮心中一切无合你心意来烧掉。主啊，不管是阮的囝兄，不管是阮的这个计较的心，求你来提走，求你将喜乐的心下伫阮的内底，互阮所做荣光你的性命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，透放阮的心，互阮能行伫主你的道路，直直行，互主你欢喜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主的上帝，阮要感谢你。主啊，阮知你伫人生的内面，互阮会拄着压力，是要互阮啊亲近你；互阮拄着压力，是要互阮了解，阮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，阮需要倚靠你，才会当过得胜的生活。慈悲的主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谦卑恳求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心内的气力会当刚强起来，因为伫阮的环境、伫阮的生活内底，阮常常面对着侪的压力，甚至有人要来否定阮的信仰。求你帮助，互阮会当靠着主你的气力，会当大有胆量，会当性命伫你内底得到更新。互众人看见，来归荣光伫你的性命。求你将阮所需要的勇气、甲智慧赏赐互阮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。主啊，你知教会必须爱面对外在团对基督的反对的压力，以及内部人性的软正。主啊，阮是遮尔软正，阮是常常不知不觉就来，搁转来到自我的中心，来批评人看别人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用虔诚的心，三尊重、三款待，用敬虔的心，真正亲像初代教会同款，拄着困难会当得胜带来成长。因为阮知，阮毋若是为着家己来活，阮知教会毋若是为着阮家己来活，是为着主你圣国的荣光来活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将荣光归伫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